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文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柏傲莊 6B 座頂層，一個實面積863尺，連天台503尺，3房1套2廁加儲物室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大圍站加上圍坊商場，令柏傲莊成為大圍地標式屋苑。單位客廳闊度大約2.92米。客廳有落地玻璃門連接出露台，坐向西北，採光度非常理想。景觀望返一片翠綠山景，景觀非常開揚，而且私隱度高，企喺露台亦都感覺到陣陣涼風，感覺舒適。客飯廳全長超過7.3米，飯廳可以考慮擺放6至8人餐台，靠近牆身亦可以做儲物櫃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廚房旁邊有儲物房或者係工人房，配合靈活使用。廚房設有長形工作台，亦擺放到大型雙層雪櫃、焗爐、紅酒櫃，適量嘅儲物櫃，亦都可以擺放雜物。叫埋3、5知己一齊喺度煮下嘢食，都係一件賞心樂事。跟住嚟到走廊，右手邊係浴室。設有多功能鏡櫃、面盤櫃小平台、3合1多功能洗、乾、燙組合櫃，呢啲都係屬於專利嘅設備。柏傲莊小學校網係屬於88，而中學校網就屬於沙田區。走廊左手邊有2間睡房，每間大約有4平方米，間隔方正。柏傲莊第5期將設有專上學院校舍，可容納1700名學生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8.1平方米。柏傲莊會所設施齊備，設有室內外泳池、室內運動場、戶外網球場、桑拿室、大型兒童遊樂場、天幕羽毛球場、健身室及大型園景區，供住客休閒散步。而主人房浴室就設有浴缸同淋浴間，配合唔同嘅需要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